沙田育才中學為政府所開辦嘅全日制男女文化中學。本校係由伊利士嘉道理爵士喺1900年廣州創辦。1977年香港政府喺港島西區續辦，定名為育才中學西營盤，而喺1989年遷往馬鞍山現址，發展至今已經係一所具規模嘅中學。喺03年經擴建之後，學校嘅所有課室都設有冷氣，學校亦都有獨立嘅大禮堂，以及藏書量達15000本嘅圖書館，2間語言室，4間電腦室，4間自然科學實驗室，美術及設計室，家政室，音樂室，設計與科技室，地理室，校園綜合服務中心。而學校亦都有250台嘅電腦供學生同埋教師使用。學校亦都有提供電腦嘅外借服務，幫助有需要嘅同學。本校一向致力提高學生嘅讀書風氣同埋學業成績。老師除咗喺課堂裏邊認真教學，放咗學亦都會為各級嘅同學安排功課輔導班，以鞏固同學嘅學業基礎。其中包括有中英文加強課程、中一級小老師輔導計劃、班際勤學比賽、每月勤學之星選舉等，藉此提升校園嘅讀書風氣同埋增加同學嘅學習興趣。為咗配合教育嘅改革，中文科亦都舉辦咗中一級專題活動，透過戶外嘅參觀，好似有九龍城寨公園、黃大仙祠同埋騰龍墟，提高同學對中文嘅興趣同埋對香港歷史嘅了解。而本校亦都邀請咗話劇團嚟到學校進行普通話短劇，藉此亦都提升學生佢哋嘅普通話水準同埋對普通話嘅興趣。英文科更加為同學舉辦咗多項嘅活動，好似有英文訓練營、英文朗誦比賽、作文比賽、辯論。同學透過戶外嘅參觀，好似去山頂、尖沙咀訪問遊客，大大咁提升咗佢哋嘅英語水平，令到佢哋覺得學習英文係一種嘅樂趣。學校非常重視學生嘅全人教育，經常舉辦講座同埋比賽，好似有好學生獎勵計劃、力爭上游獎勵計劃。喺體藝方面，學校每年都會舉辦水運會、陸運會同埋各種嘅訓練課程，好似有舞蹈班、樂器班、跆拳道，讓同學發揮多方面嘅潛能。而本校嘅課外活動可算為得包羅萬有，我哋總共有40多個嘅小組同埋學會俾同學參與，好似有足球學會、合唱團、烹飪學會、社會服務團等。同學喺課餘嘅時候都能夠培養到佢哋嘅興趣。本校係全港首間設有校園綜合服務中心嘅學校，由2位嘅全職社工推行學生發展活動計劃，發展學生嘅多元智能。活動包括有大型社區嘉年華會、義工服務、領袖紀律訓練、軍訓營、歷奇訓練、多元智能挑戰營等，配合全方位嘅學習理念，實行走出課室，透過唔同嘅親身經歷，讓同學從中學習課堂以外嘅知識、技能同埋態度，提升佢哋嘅信心。本校一向非常鼓勵同學參加校外嘅比賽，而同學都有好突出嘅表現，好似喺今年嘅校際英文專題比賽裏邊得到冠軍同埋亞軍。
校際英文作文比賽季軍，網頁設計比賽季軍，朗誦節嘅亞軍同埋季軍，音樂節獲得鋼琴獨奏亞軍，校際象棋比賽亞軍同埋季軍，校際柔道公開賽季軍，學界跆拳比賽男女子組冠軍同埋亞軍，學界田徑賽100米賽冠軍，全港中學烹飪比賽獲得季軍。本校特別為中一嘅同學作出多項嘅安排。中一嘅同學喺午飯時段必須留校，飯後參與學校所為佢舉辦嘅活動。而學校為咗為中一嘅新生打好基礎，舉辦咗為期2星期嘅暑期班，讓新生們盡早咁樣適應中學嘅課程。中一嘅新生喺學期初將會參加學校所舉辦嘅中一迎新營，喺一個既歡樂又刺激嘅氣氛下，同學同老師都好快咁建立咗良好嘅關係。每一位嘅中一新生將由輔導老師個別接見，給予悉心嘅照顧同埋關懷。透過緊密嘅溝通，老師會為同學喺各方面進行適當嘅輔導。逢星期三嘅放學，高年班嘅同學會擔任小老師，為同學進行功課輔導。學校特別為中一嘅同學喺放學之後舉行成長課，讓同學掌握喺成長同埋學習過程裏邊一啲必須要嘅技巧。隨住新校舍嘅落成，育才中學今年將會踏進一個新嘅里程碑。我哋將會秉承學校嘅辦學宗旨，致力咁為同學提供良好嘅學習環境，營造和諧嘅校園氣氛，透過多元化嘅校內外活動，提供均衡嘅全人教育，為學生締造美好嘅將來。